桃园机场最近因为临时停车，警察甲民众发生冲突，一个客停车司机不满讲，伊才停无到3分钟，就互警察开单。也毋过航警局是指出讲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有规定讲，除了停车袂当超过3分钟哦，驾驶嘛爱随时有法度甲车驶走。所以这客停车司机离开座位，人搁入去机场，就算是违法咯。 你说不能进场进去，我是不是也不能让那个人你说那个东西，我不能当行李吗？ 网络流传一段机场临时停车警民冲突的画面，这个停车司机到桃园机场载客落车为人客搬行李，临时停车不到3分钟就被员警开单，真生气。机场的司机表示。 机场停车场30分钟是免费，会先停伫停车场等人客。啊，不过要司机认为，有时阵人客找无路，需要到航厦内底接应，也是真困扰。接送客人就是在停车场等啊，然后就跟客人电话约时间。像现在就可以马上走了。临停可以，但是他不能停下来跑进去。但是有些系统它是需要进去里面带客人。 针对机场临时停车冲突，航警局表示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临时停车是指车因为上下人客装卸物件，停止时间无满3分钟，而且保持马上要驶的状态。啊，不过这民众违规停车伫黄线顶悬，而且离开座位，环境依法开罚，民众预计应寻求救济证书。本局原依《道交条例》第56条1项4款开罚，于法有据。 且警方于举发过程中态度平和，无取缔不当行事。有民众怀疑落车为人客搬行李，敢会罚的？航警局回应，为人客搬行李，将行李塞到航厦门口，拢无问题。啊，不过临停驾驶人若入去航厦，无法度保持马上要驶的状态，就爱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